大家好，我係黃心怡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從孟子嘅惻隱之心去睇現代社會嘅道德勇氣。惻隱之心係孟子提出嘅四端說核心概念之一。所謂四端，即係道德倫理嘅四個法端，包含咗惻隱之心、羞惡之心、辭讓之心同埋是非之心。佢哋共同構成咗人性本善嘅道德根基。其中，惻隱之心作為仁德嘅萌芽，特指人類會對其他人苦難嘅本能共情。孟子曾經提過一個經典嘅案子，就係孺子入井。呢個就係講，當人睇到有幼童罪井嗰陣時咧，佢哋都會瞬間產生一種惻隱之情。呢一種不假思索嘅直覺反應，超越咗功利嘅考量，體現咗人性中天然存在嘅不忍人之心。孟子提到人之安疾也，即係指仁德，即係人性本善嘅根基，都係人類精神安頓嘅歸處。呢一種道德自覺唔係後天可以學到，而係源於人類最嘅善性四端之心。四端之說構建咗性善論嘅核心框架。仁義禮智並非外在規範，而係根植於人性深處嘅道德潛能。正如詩經所言，人類先天具備向上嘅傾向，但係需要經過持續修養，先可以將呢種道德萌芽發展為一個完整嘅德性。孟子嘅惻隱之心，大概就係我哋現代人所講嘅同理心，即係企喺對方嘅立場，設身處地，又理性嘅去了解對方嘅諗法同埋一個經驗，係對人友善、行為道德、無私利他嘅根本。咁點解惻隱之心可能會引致傷害呢？因為當上意嘅行為可能招嚟法律嘅風險同埋道德困境嗰陣時咧，越嚟越多人就會選擇去壓抑自己個惻隱本能去求自保。比如去年喺香港地鐵入邊，有一位女士救咗一個昏迷嘅老伯，但係最後反而俾呢個老伯反過嚟污蔑，話係佢撞到呢位老伯昏迷。咁呢一類嘅事件就顯示出一個比較深層嘅矛盾。當社會佢缺乏對救助者嘅法律保護嗰陣時，上意嘅代價可能就會遠超過個體可以承受嘅能力。咁呢一種困境其實唔係第一個孤例。2007年南京彭于案中，法官嘅判決直接導致當時嘅社會信任制度斷裂，長期嘅社會冷漠同埋不信任。呢個就深刻地認證咗社會環境對集體道德選擇嘅塑造力。當功利主義思維侵蝕咗社會嘅運行邏輯，怕麻煩、怕俾人告，呢一種心理咧就會同人性本善嘅惻隱之心形成一種衝突。由於香港現時嘅法律體系其實冇好完善嘅有關法律，呢個就令救助行為始終處於一種道德勇氣同埋法律風險嘅博弈中。公民喺進行一個惻隱之心嘅行為時候，呢一種困境如果得唔到根本嘅改善，就可能會導致市民對呢個社會嘅信任持續流失，形成一種冷漠嘅合理化嘅惡性循環。咁要培養同埋實踐同理心咧，又要保護自己嘅道德勇氣，咁就要需要從先天嘅潛能同埋後天嘅教育一齊落手。荷蘭嘅一個實驗顯示，小朋友嘅利他行為可以透過觀察學習，俾有效嘅激發。當啲小朋友睇到同齡人喺度身體力行咁去幫助人哋嘅時候，佢哋會更加願意去幫助其他人。呢個就認證咗孟子所提到嘅弱火之使然，權之使達，説明道德勇氣可以透過典範去逐步模仿內化，從而指出後天嘅行為學習係可以一個關鍵時刻。但係關係靠自己個修養其實唔足夠嘅，因為社會嘅制度更加需要去構建一個安全網。比如歐美嘅好撒瑪利亞人法，佢就明確咗保障咗善意嘅施助者可以免於法律嘅責任。咁此類嘅法規咧，就保護咗行善者嘅權益，都強化咗社會互助嘅一個基礎。當個體嘅道德實踐獲得咗一個制度性嘅支持嗰陣時咧，好似孟子啱先提到嘅，首先要保證個民生問題，個社會先可以保持穩定。咁喺呢個時候，人哋去展現佢個惻隱之心，就唔需要過度嘅自我保護，真正實現孟子所言乍見孺子將於井禪，就可以作為一個
即刻施救，又唔至於令自己陷於危境處境嘅一個道德勇氣嘅平衡。咁我嘅分享到此完畢，歡迎大家交流，多謝。